Hello，嚟得深圳食潮汕牛肉打邊爐，呢一間絕對係首選嘅店鋪之一。佢哋嘅專品牛肉絕對比市面上一般嘅牛肉火鍋高質素，有保證。而專品嘅系列唔一定係吊籠或者黃牛肉，仲有黃牛嘅不同部位可以食得到。我哋今日介紹嘅店鋪應該全部人都一定聽過佢個名㗎啦，就係潮汕大木牛肉火鍋店。而我今日介紹嘅店鋪係位於國貿站陽光店，嚟嘅方法超簡單，羅湖搭一個站就嚟到國貿站，只需要喺 B 出口一出，直行過斜對面就係啊。基本上整體嘅步行時間大約都係3至4分鐘，就係位於黃金海岸呢個位置，向前行多大約1分鐘就已經到啦。大家已經見到啦，黃色招牌嗰一間就係我哋今日要去嘅地方。羅湖陽光店除咗近關口之外，最正就係成間店鋪嘅裝修非常光猛同乾淨，整體面積仲要非常之大啊！等位都唔使等好耐。而我今次一行4人一早一開門啊，就即刻嚟到探店試一試呢一間，我認為喺深圳暫時食潮汕牛肉最有保證嘅一間店鋪啊！當然，店鋪嘅座位非常之多，除咗4人坐嘅卡位之外，仲有呢啲大圓形嘅座位。如果大家一班人嚟，又想私隱啲，唔想俾人騷擾嘅話呢，店鋪亦都有不同嘅包廂，你可以預約嘅。整體店鋪嘅裝修真係非常之靚啊，所以我極度推介呢一間分店，最緊要又近關口，坐得又舒服，成間店鋪俾你感覺呢非常之正啊！而我極度推薦一定要試嘅就係呢一度專品嘅黃肥牛同埋專品嘅雪花肥牛，呢兩碟基本上我次次嚟一定叫啊！而店鋪每一日有3個時段啊，仲會不停翻一啲新鮮嘅黃牛肉，大家記住啦，分別就係11點半。跟住就係下晝嘅4點同埋晚上嘅10點鐘，店鋪仲有個大大嘅廚房，你可以即場睇到師傅切呢啲新鮮嘅黃牛肉俾你啊！而調料台潮汕大木後邊仲有晒說明書，教晒你點樣去調校唔同嘅醬汁。最重要，所有嘅配料全部都有個蓋擋住噶，乾淨衛生，非常之好啊！店鋪除咗好多單點美食之外，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啲團購券，有時都執到寶，好多優惠喺入邊噶。另外，大家如果夜媽媽都仲喺度想食翻個宵夜嘅話呢，仲有額外6.8折添啊！咁夜嚟食嘅話，仲有更抵嘅優惠。Hello， 今日我哋又嚟到潮汕大木啊！佢本身潮汕大木呢，其實1981年已經喺潮汕開店啊，嚟到深圳啊，都係2005年先嚟啫。而家total 總共有成25間分店啊！我哋今次咧係喺國貿站嘅陽光店，最特別嘅呢一度咧就係用一啲精選嘅土黃牛啊，而每一隻黃牛啊，淨係得6% 嘅位置啊，係呢啲專品嘅牛肉位置咋。今次我哋再過嚟試一試呢度嘅專品牛，真係非常之正嘅。仲有最特別嘅推介就係呢一個空口油嘅撈生牛丸啊，又係新鮮手打噶。今集我哋再慢慢睇下呢集係咪真係咁正先。第一碟係過到嚟必食嘅一樣，叫做專品新鮮雪花肥牛，我哋就叫咗碟大份嘅198蚊。大家千祈唔好覺得貴啊，因為佢絕對物超所值啊！絕對係我暫時食過深圳嘅潮汕牛肉最靚部位嘅一碟牛肉款式啊！問你靚已經唔再講啦，其實份量都非常之多，我哋4個大男人先至叫最大盤呢一碟嘅咋。錄完之後，成個畫面真係非常之靚啊！佢一半係肥膏，一半係牛肉，但係啲肥膏肥而不膩，食到落口又嫩又滑。我哋4個食完之後啊，全部都大讚好食啊！第一個就試下佢個專品新鮮雪花肥牛啊！佢係採用咧牛嘅頸部嘅，即係活動位置最多嘅地方啊！每一塊都好靚啊！最緊要600秒就食得啦，真係又肥又鮮嫩啊！試下先，啲油脂擠晒出嚟，真係好鬼正啊！啲專品肥牛，絕對值得一試啊！首選啊！第二嘅專品系列就係專品黃肥牛，亦即係吊籠，都係大碟138蚊。呢一碟咧就冇咁肥啦，
但係個紋理一樣咁靚仔啊！同樣，所有呢啲潮汕牛肉，千祈唔好淥得耐，8至10秒鐘即刻攞上嚟，半粉紅色就係佢最好食嘅時間。而呢一碟嘅口感同之前嘅雪花肥牛又完全唔同，兩個食法一樣啊！再落去我就試下佢個專品黃肥牛啊，即係我哋人稱嘅吊籠啊，佢就肥同瘦一半一半咁樣嘅。但係如果計肥膩嘅話，頭先嗰個雪花肥牛就肥好多啦。咁我試試先。吊籠就有咬口好多，牛味就重啲，真係各有各特色喎。睇下自己中意食啲韌嗰啲啊，定食啲軟腍腍有肥膏嗰啲嘅啫。呢兩隻都非常之正，叫得專品牛都係正。而潮汕大目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潮式小食㗎，好似呢一個咁樣叫做潮汕炸蝦棗啊，幾得意嘅，一條條，佢就有個醬汁俾你點添。等我試下咩先。入邊全部都係啲蝦肉嚟嘅喎，差唔多係好似個蝦滑，但係外面再炸一個脆皮啊，熱辣辣非常之好食啊！呢啲小食都唔錯，正。生牛丸大家一定食得多啦，但係生牛丸入邊撈咗啲胸口油嘅，大家有試過未呢？非常之大粒，48蚊就有4粒咁多。呢一個又係精選推介啊，因為之前我已經食過啦，叫做胸口撈生牛丸啊，真係半隻拳頭咁大啊，好鬼大粒嘅呢一隻，好鬼香滑嘅。超級重牛肉味，入邊仲有啲胸口撈喺入邊啊，好鬼爽口噶，勁正啊！勁大粒之餘，入邊仲有啲胸口撈埋喺入邊，超正啊！然後就係專品嘅黑柏葉，98蚊，大大盤。嗱，如果你計一塊塊嘅話呢，確實呢一個價錢呢，佢又唔算好多嘅，但係絕對你食嘅牛柏葉入邊，佢係極高質素。你只要淥翻10零秒即刻食嘅話呢，係極度爽脆，係其他牛柏葉俾唔到你嘅感覺啊！好，再落嚟試下呢個專品嘅黑柏葉啊，係用新鮮嘅毛肚噶，真係全黑色噶，唔係我哋平時食開嘅白色牛柏葉啊。65秒左右就得噶啦，最緊要呢啲新鮮毛肚真係唔好淥得耐，淥得耐就好韌噶啦，勁爽脆啊！中意食牛柏葉嘅值得一試啊！真係好爽好爽啊！最緊要唔好淥得咁耐。而店鋪部分嘅專品系列呢，仲可以雙拼形式嘅，好似眼前呢一個胸口撈拼牛舌，都係98蚊，大大碟。而潮汕大目最好嘅就係呢啲專品系列，全部有個牌仔話俾你聽，大約淥幾多時間，大家就可以放心，唔會超時啊！好似呢一個胸口撈咁樣，其實佢係要淥2分鐘嘅。大家睇開我片嘅話就知啊，我勁中意食呢啲胸口撈、胸口油呢個部位。雖然佢全部都好似油脂嘅油香咋，但係佢絕對唔膩噶，勁爽脆嘅一個位置。呢一個叫做專品胸口撈啊，係牛心臟側邊嗰陣脂肪嚟噶，又係好油香、好重嘅地方啊！大家好似我咁中意咁重口味嘅話，值得一試。淥2分鐘嘅啫，成陣油香喺個口度爆出嚟一樣，同埋好爽嘅呢一個部位。如果中意油份高嘅、重口味嘅，呢一個一定要試。我去到邊度食潮汕牛肉都一定叫嘅呢一個菜。另外一半就係佢哋嘅牛舌啦，始終都係打邊爐，所以都係薄切為主嘅。而份量嘅話呢，我自己就覺得唔夠喉啦，因為始終我哋4個大男人食，真係眨下眼已經食晒啊！同埋始終都係因為佢薄切嘅關係啊，硬係好似食2、3啖就已經食完啦，真係好想再叫多碟啊！最後食埋佢哋嘅專品牛舌啦。今日最特別呢，就係佢個鴛鴦鍋底啊，除咗有清湯之外呢，仲有個沙爹湯，加埋其實唔加豉油呢，已經特別入味噶啦。大家真係值得過嚟試下呢個鴛鴦鍋底。牛舌都一樣，600秒就搞掂啦，夠晒爽口彈牙，正啊正！普通蝦滑我相信大家都一定食過，但係用黑虎蝦做嘅手打蝦滑又試過未呢？手打蝦滑絕對唔係普通嘅款，呢個係黑虎蝦做嘅手打蝦滑啦。等我試試先，
頭先就咁微熟嘅時候，已經見到一隻隻蝦喺上面啊！真係原粒蝦喺上面，好彈牙，好彈牙，好重蝦味。深圳嘅呢一類蝦滑真係好食過香港勁多，必點超值啊，正！另外我哋都仲叫咗啲飽肚小食嘅，咁呢啲又唔特別多講啦，因為都係嗰啲味嚟嘅啫，價錢亦都好平嘅。好似呢啲炸魚皮啊、響鈴，全部都係10零20蚊就一碟噶啦。最後嚟個簡單嘅總結啦，如果大家想嚟深圳食一間有質素嘅潮汕牛肉火鍋，大家記得過嚟潮汕大木食專品系列嘅牛肉系列，係絕對比你平時普通店鋪俾唔到你嘅感覺啊！特別係佢嘅雪花牛肉，你係完全唔會有挑剔，簡直係毫無破綻啊！咁今段片我就去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多謝晒，拜拜。